伫台湾东北角灵动的岩壁有一群爱爬壁的人，若是定定来遮调节，也会守护这片爬壁场。因是会去观察这岩壁的固定点，过20晚就甲伊换位，也会举办爬壁的救援演练，互来爬的人拢会当来安心享受这款的运动。下暗7点半，台记台青春咱的网特别做伙带大家来感受户外爬壁迷人的所在。 为海边看入来陆地，伫东北角的南东岩壁，会当看到有人慢慢爬起来。因靠一条索仔甲岩壁顶悬的固定点，就会当享受爬壁的趣味。这嘛是台湾北部真出名的天然岩场，是啥遮侪国内外的高人来遮自我挑战。我希望遮的环境，伫遮生活的动植物，拢会使好好啊生活。阮爬本来爬壁，但是阮甲因袂相害安尼啦，这是一个。另外一个当然，我希望来遮爬壁的人，拢会使欢喜安全，伫遮欢喜爬壁。好，1、2、3，按拢好，然后往这个方向拉。做户外运动难免会有意外。台湾户外攀岩协会志工，每一年拢会伫南东举办救援演练的课程，并在当意外发生的时阵，希望会当缩短救援的时间。想到说，就是自己跟朋友可能会碰到的状况，所以才会想说，就是那就来参加一下，了解一下真正在这边如果碰到事情的话，怎么样处置，我有什么资源可以利用，这样做第一时间的反应，就是最初步的反应这样子。然后翻身过来之前呢，会把他的手放到他的左边肩膀上，确认好你自己的状况，拿过来，就把转身转过来。 转过来之后呢，这是我刚刚讲的，如果他今天穿长裤，我们可以再把他拉过来。短裤你直接拉过来的话，小心在地上磨。这可以先动的话，先把。为着把救人的经验推广出去，让更较侪人受惠，决定介意来南东爬壁的友志，自发性成立台湾户外攀岩协会，用组织的力量建立系统的运作。目前嘛扩展到环境的生态保护，让每一个来遮爬壁的人，拢会当安心享受这个户外运动。 我希望以后来爬壁的人会当愈来愈多，会当支持这个运动，和这个环境会当愈来愈好。这不是一个人的梦想，是爬壁有志规旁人的力量。伊希望南东的环境会当永续发展，嘛希望用行动甲大家牵拍做伙，共同守护这个攀岩者心中美好的圣地。记者吴德庆、叶家军台北报道。